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带你在真正的中国。今天是2024年12月12号，这一期咱们聊一个热点话题这个第一现场报道说老农三轮车上烧炭取暖中毒去世，也就是一氧化碳中毒去世。那老农为什么三轮车上烧炭呢？取暖。这个老农冬天也是昨天在街上卖菜，他把这个三轮车摆好之后，然后冷他就在三轮车里面睡觉，烧炭取暖。等到早上等人们发现他的时候他已经死了。这个事情就发生在湖南的永州。根据第一现场报道说有网友爆料称，一个老农为占市场摊位，开三轮车在路上摆好蔬菜，便在三轮车上睡觉，车内带了一个炭火炉，今早被发现已去世，右手几个手指头都烧没了。120急救中心回应称是一氧化碳中毒，抢救前就已经去世，车内一氧化碳中毒去世。往常上热搜大部分都是男女干部在车里面，在地下车库等等最后被人发现双双毙命，或者是有一个毙命都是一氧化碳中毒，全民吃瓜，大家都看热闹。但这一次是一个老农三轮车上一氧化碳中毒。我想大家看完之后心情肯定很沉重这么冷的天，半夜起来卖菜，把菜摆好，把地方站好，等到天一亮，市民们出来买菜，对吧？他就卖菜。我看到这个场景我是非常有感触的。我发现几十年过去了，这个菜农还是不容易我们小时候卖菜就是夜里，应该是赶在天没有亮之前，大概是6点之前，把那个菜放在路边摆好。那个时候没有正规的菜市场，30年前如果你要6点，就是天亮之前把菜在那个菜市场，就是那个马路边摆好的话，过去卖菜没有菜市场，它都是约定成俗的，就是哪些区域马路边上居民区或者附近你是可以摆那个卖菜的。慢慢的时间长了就形成了一个集市，类似于菜市场一样的，上午有人卖菜，下午就没了，就在马路边。如果你要在天亮之前赶到那儿摆个摊，你必须恐怕是夜里2点就要出发，就要准备。这是菜农。甚至有的菜你要洗的话，那就第一天下午你要把它洗好准备好，然后第二天一早3、4点钟进城，然后赶到那个指定地点，把摊位摆好，等到5、6点钟，有的城里面人起得早，老太太就开始卖菜，一直卖到上午太阳出来，到11、2点卖不掉，那个菜已经没用了，就晒瘪了，最后就处理掉，然后中午回去，下午接着弄菜，就是一天就这样周而复始。因为没有正规的菜市场，所以那个时候都是圈地，就是你在那马路边一看，如果这个地方有人拿个红绳或者红线或者摆2块砖头，那就表明这个地方有人。就像那个大学生上晚自习占座一样，在那个桌子上扔本书或者扔个啥玩意，就表明这个桌子有人坐。卖菜也一样，我小时候卖菜就是这样的，那是30、40年前。你看现在这个农民老菜农还是以前的做法，唯一不同的他有个三轮车，现在拿三轮车去占位置摆菜，但是依然很艰辛就这个冬天卖菜那是最考验人的意志，因为在这个寒风里面站着或者坐着，一会儿就冻透了，你穿多少衣服都不行，尤其是南方这个湿冷的天气。这让我想起那个卖炭翁唐代诗人白居易，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怨天寒。这么冷的天还要出来卖菜，为了占个好位置，那你就得起比别人早，还得卷，走得比别人晚，这就是民生多艰。那农民生活不容易，农民的谋生对吧？手段是越来越少，不像以前经济好的时候，农民可以进城，工地上搬砖、扫垃圾、做保洁、做保安，这都可以做短工、做零工，那挣的都比卖菜多。农民卖菜一天挣不了多少钱，基本上能维持生计。说到这个湖南永州很多人恐怕又想起，也是唐代诗人柳宗元，他有个叫捕蛇者说，我倒是觉得跟这个菜农一氧化碳中毒是一个真实的写照。捕蛇者说永州之野产异蛇，黑质而白章，触草木尽死，以猎人，无欲之者。然得而吸之以为饵，可以起大风，去死鸡，杀三虫。总之这个蛇非常毒，咬到人就死，但是呢它呢又能治病。太医就用皇帝的命令征集这种蛇，每年征收这个蛇2次，然后招募那些能捉蛇的人去抓这个蛇，抓蛇来抵他的赋税。那永州的很多人就去抓这个蛇也有一位姓蒋的捕蛇者说，他祖上3代
就到他这儿已经第3代，都是以捕蛇为生，用捕来的蛇去抵那个赋税。柳宗元说啊，这也挺好的，对吧？你抓蛇就能顶税啊。那个蒋姓的捕蛇者说啊，我祖父就是被蛇咬死的，我父亲也是被蛇咬死的，我呢继承走业抓蛇也已经10几年了，有好多次啊差点都被咬死了。那柳宗元一听抓蛇这么危险，那我去告诉地方官，就把这个抓蛇来顶赋税啊给他免了，因为抓蛇这么危险啊。结果这个捕蛇者说啊，他就更加悲伤啊，满眼含泪，说你要是可怜我的话，你要想让我活下去，你千万不能这么干。为什么呢？说我要是不去抓蛇的话，我这日子早就过不下去了。幸好我家3代还有点抓蛇的技能技巧啊。他说我的邻居我的乡邻们他们不会抓蛇，日子是一天过得比一天难，即便把他们土地上长出来的所有的东西都拿去交税还不够，我的邻居啊只能嚎啕痛哭，辗转逃亡，又饥又渴倒在地上，顶着狂风暴雨，冒着严寒酷暑，一个接一个的死去，路上死的人互相压着。他说从前我祖父搬到这儿来的时候，这儿有很多人很多户啊，现在10户只剩下1户，到我这一代10户只有4、5户，那些人家不是死了就是迁走了，只有我们家凭借捕蛇这个本领啊，唯独存活下来。每当收税的人呢到我们村里来的时候，鸡飞狗跳，大家都心惊肉怕的，胆战心惊啊。而我呢，只要把那个瓦罐呢掀开一看，蛇还在里面，我就放心的躺下了。但我小心的喂养蛇，到了日子就把蛇交上去，这样我田里面地里面长出来的东西啊就可以不用交，够我们自己吃，来度过余生啊。抓蛇虽然有危险，但是毕竟还能活下来，哪像我的乡里面那样天天都面临着死亡的威胁。他说即便我明天被蛇咬死，我也已经比乡里面比邻居啊比同村的人多活了很多年。他说我怎么可能还怨恨抓蛇这个事呢？然后柳宗元说啊，孔子说苛政猛如虎，我曾经怀疑这句话，现在根据蒋氏捕蛇者的遭遇来看，苛政就是猛如虎。孰知复敛之毒，有甚是蛇者乎？你看啊，这个柳宗元的捕蛇者说的就是唐朝，当然了，那个时候是由盛而衰啊。唐朝不是盛世吗？大唐吗？这个柳宗元说的是唐朝永州发生的事情，正好这个一氧化碳中毒的菜农也是永州。你看那么巧，有什么变化吗？历朝历代农民啊活着都不容易，即便是大唐盛世，这个蒋姓捕蛇者说他爷爷搬到这个地方的时候，10户啊只能活下1、2户，等到他父亲的时候10户能活下2、3户，到他这一代10户能活下来4、5户，那基本上还是叫稳中有升呢，日子似乎是越来越好，但是啊仍然还一大半人不是饿死就是冻死啊，这就是盛世。柳宗元得出结论是苛政猛如虎，复敛之毒比那个毒蛇还要毒。到现在为止，农民啊生存还是艰难，叫农民劳苦一辈子，实际上什么也得不着，基本上是仅能糊口，老了还没有保障。现在1个月100多块钱，如果农民的收入能够好一点，农民的收入高一点，有保障一点，对吧？这个菜农啊，或许他就不会在车里被一氧化碳毒死，都是生活不易啊。所以现在民生是个大问题啊。我们当然也要说啊，这个菜农啊，他自己没有安全意识，对吧？在个密闭的3轮车里面生炭火很容易中毒，这个咱们有一说一啊，就是大家还是要小心这安全意识啊。最近这个昨天吧，深圳一个高楼一个豪宅啊发生这个爆燃还是爆炸，有时候是高层啊，是吧？20多层，这个消防队啊去救援的很难。那有媒体说啊，有网上传言是因为长期啊没人居住，然后这个液化气或者天然气泄漏到一定的地步啊，然后就爆炸了，有可能是产生静电或者是其他的原因爆炸。这个涉及的是安全问题，有很多年轻人啊对安全这个不是太在意。实际上住高楼啊最大的隐患就是火灾。有钱人他不愿意住高楼，他住别墅，高楼一旦火灾就不好逃生，即便你掌握各种办法，到时候都是听天由命的，都是看命。深圳那个豪宅，对吧，都是几千万的，都是有钱人。年轻人要记住啊，就是你要住高楼的话，或者平常吧，住1楼也是一样，就是说你那个厨房的窗户啊一定要开条缝，不要给它关死，就再冷，尤其
其是你做饭的时候，日常啊，你都要开条缝，就冲室内的门你可以关上，但是冲外面的这个窗户一定要开条缝。还有很多地方那个洗澡啊，它是那种燃气灶烧水，那个也容易中毒。所以说你洗澡的时候再冷，你要窗户要开一点。实际上啊，对于泄漏这种事情，如果你的鼻子好，你反应灵敏，那可以及时发现。但是这个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得到啊，有的时候反应过来的时候已经晚了。那最好的办法就是通风，就是你开条缝，让它浓度啊，它达不到那个临界点，或者达到临界点很慢。这个说远了啊，说的就是安全。这种一氧化碳中毒啊，这个非常多啊，有的时候一不小心一家呀，整个屋子恐怕都是要受害。尤其是北方，它那个屋子里面生暖生火啊，因为它讲究的密闭，所以弄得不好就会一氧化碳中毒。南方的房子啊，它一般的，尤其农村啊，它讲究的是通风，四处漏风，所以一氧化碳中毒比较少。正因为一氧化碳中毒少，所以人更容易放松警惕，对吧？对常识就缺乏。在密闭的汽车里面，你开空调都有可能导致一氧化碳中毒。有很多人开车开着空调在车里面睡觉休息，很多电影里面有那个情节，把那个排气管给堵上，或者排气管里面搞一根管子接到这个车里面等等啊，就是一种谋杀手段呢，就是这个道理。当然了，电车啊恐怕还好一点，一氧化碳中毒基本排除。所以你要油车要小心，对吧？这里咱们说的是安全的。具体回到这个菜农，他不幸离世，他还有安全之外的原因，就是农民底层人生活不易。为什么生活不易？柳宗元已经说了，他们生活成本越来越高，但是收入不增反减。河南郑州那个开那个叫百灯王的那个司机，为什么人家一查他宁愿冒着摔死的风险跳桥？这跟那个捕蛇者不是一样吗？宁愿冒着被蛇咬死，就说明他的成本非常高。就是运输行业为什么他拉100吨，对吧？他现在是30多吨的，超好几倍，但就这样也没看见他发财啊。按理来说他这么干，他早就致富了，也没有致富。反过来说明啊，这不是说他违法对啊，谁把他逼上这个违法的路，即便到了违法的路违规啊，他也不赚钱。你想想这中间哪儿出了问题？整个社会运行成本越来越高。为什么运行成本越来越高？这个成本都是我们要付的，我们最终是要买单的。这40年来啊，这农民没有明显的富起来，这至少从卖菜这个角度看，对吧？有那么多助农直播带货，都是帮农民卖货的，卖菜的，卖玉米的，卖红薯的，卖猕猴桃的，没见农民富，都是那些卖货的富了，对吧？东方甄选毛利润50%，与会同行什么小杨哥，你看看那些助农主播，一个个的肥头大耳的，赚得盆满钵满，农民有几个富了的？但是他打的是助农这个旗号。前2天咱们节目介绍，为了骗补，把那个白菜装到地上，下午再把它拉走，对吧？种成品白菜就用来拍照，完了之后骗补贴，这些补贴到谁手上了呢？都是到既得利益手上，既得利益者。但是这些成本都需要我们付啊，这不是跟我们没有关系啊。包括这个被一氧化碳毒死的这个老农，他也在付这个成本。在城里面啊，干个保安，一个月给他发2000，都比卖菜强。你卖菜种啊，你种菜也不容易啊，很辛苦的。所以要提高农民收入，提高农民收入最直接的办法，最行之有效的办法，就是要让宅基地流动起来，让宅基地死的资产。目前宅基地是不值钱的，但是你让它流动起来，它就值钱了。农民他手上就有一笔财产，还有其他的地，比如承包地可以流转。现在这种流转呢，1亩地只有300块1年或者200块，价值体现不出来。通过确权之后再去流转，恐怕1亩地就是10001年啊，这个农民的收入会大幅度提高。然后农民的宅基地自己可以流转，也可以大幅度提高农民的收入，再加上给农民的保障，对吧？每个月农民的退休金啊，有个300、500的。但是现在就有很多人打着为农民好的旗号，不允许农民的这个宅基地流转，宅基地必须属于集体给你住的，你没有权利流转，你流转了，你以后没地方住，对吧？提高农民收入最行之有效的就这几招。你不能靠农民种地赚钱，他赚不了钱，他没有财产性收入，他就靠在地里把种子撒下去，等它长出来把它卖掉，这是最原始的，收入最低的啊。这就是为什么啊，这个房地产行业不行了，建筑工地都没有了，到处在停工。而且现在啊，60岁以上的你在工地搬砖他不要你，你现在都是刷脸进工地啊，都是叫面部识别。你到了60岁，你的门都进不去，那怎么办呢？只能回家，或者干零工做装修。现在装修的活也很少，只能回家。一回家干什么呢？那只能在收割机下面抢那些山药啊、玉米啊、黄豆。他找不到工作，种地又不赚钱，把地已经给大户承包了。总之啊，现在民生多艰呐，大幅度提高农民的收入，对农民进行保障，刻不容缓，降低社会运行成本。学一学阿根廷啊，对吧？再借鉴一下马斯克，
493家联邦机构，马斯克要减掉400家，只留99家。哎，等这个做完了之后，他的政府效率部也没有了，也就是马斯克最后把自己裁掉。万恶的美帝都在想尽办法降低运行成本。这美国好像一共2000万的公务员，这个他也这么一整的话，1500万美国公务员失业下岗。美国可没有什么边外啊，对吧？咱们还有很多边外人员，这一共多少人呢？这些成本都是谁来付啊？我看有国外的媒体说啊，马斯克率领的这个美国的叫政府效率部啊，对大国来说才是真正的挑战。这个话要细细品啊。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